各位市民大家好，我係林博，歡迎大家返到嚟博巴同你拖社區事為你而博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土瓜灣站 A 出口增加咗2部嘅閘機啊，冇錯係2部嘅閘機。之前呢，我哋同港鐵反映，因為無論 A 出口嗰邊嘅返工、返學、放學、放工都非常之人多，咁啊變相咧出閘嘅時間咧都頗長。咁啊，我哋都係喺區議會啦，或者現場視察，亦都係港鐵反映有關嘅情況。咁啊，最近港鐵咧已經喺 A 出口咧增設咗2部嘅出閘機，咁啊方便市民出入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係多加留意。係啊，蘭姐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？我哋喺土瓜灣站 A 出口呢，港鐵就加咗2部嘅出閘機。你覺得加咗之後有啲咩好處呢？係啊，感覺到啊，冇咗咁逼人咯，即係啲人可以出入閘都快咗啦，咁啊開心啲啊，個個行過唔使咁擠逼啊嘛，咁啊。係咁，所以呢一個項目呢都係得到街坊嘅支持嘅，所以我哋都感謝港鐵嘅幫忙，多謝晒。或者係日後有關交通配套或者係港鐵嘅設施嘅問題，可以隨時同我哋反映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想睇到最新嘅 YouTube 片，歡迎大家訂閱博巴同你拖，亦都請大家幫忙分享、share 同埋撳個 like。我係博巴，下次再同你拖。